因為先生咧本身個家庭係比較複雜噶，同埋嗰啲叫 complex trauma，屋企應該係以前細個嗰時或者係一路成長都有啲家暴嘅背景啊。我作為一個支持者，作為你太太啦。之前嗰啲日子咧，就可能係搞錯咗啦，就係嘗試去即係幫佢啊，或者係健康界線，正如你所講話唔清啦，就做咗拯救者啦，即係好多困難啊。有陣時會覺得我應該幫多啲，一定幫少啲咧。有陣時會覺得，唉，如果冇咗你嘅話，我自己一個生活可能更加好嘅喎。咁但係即係你又唔會即係因為咁樣而放棄，因為我都睇到佢嗰個困難啦。咁但係我好想知道，其實一般如果屋企人或者係朋友，成個家庭背景都係好複雜嘅，都係呢啲 complex trauma，我點樣處理？俾掌聲唔該。第一，我想講嘅係冇任何人有能力、有需要、有責任去拯救另一個生命，所以冇人有能力嚇。呢個第一樣嘢。第二，唔好急於攞走佢嘅痛同埋攞走佢嘅苦，嗰個係佢嘅生命，呢個係佢嘅 karma，not yours。His experience，not yours。呢個係佢要經歷嘅痛，佢要經歷嘅苦，呢個係佢人生嚟嘅，冇人可以取代佢經歷佢嘅生命，你都冇得去攞走佢嘅痛。呢個係佢同佢上天之間嘅靈魂契約，係佢自己要經歷嘅嘢嚟。如果你想攞走佢，你只係嗰種愛係變得好強權、好粗暴、好霸道，嗰個已經唔係愛，同埋會投射咗好多你嘅需要，係你好需要被需要投射咗喺佢身上，係會傷害你同佢嘅關係。你正話我聽到你講，你睇到堅持唔做拯救者，咁我鼓勵你不斷提醒自己，佢嘅生命係邊個嘅？係佢自己，同任何人無關。但係咧有陣時咧積咗好多苦毒喺度，其實呢啲都會散發住一堆。OK， 因為你嘅修行啦，邊個揀嘅呢個老公？我有陣時都會頂唔順，頂唔順，咁咪識得有健康界線啦，學習 say no 咯，呢個好美麗嘅修行啦。The most beautiful spiritual practice。親密關係最好嘅修行，因為赤裸裸啊嘛，冇得走啊嘛，冇得喐下講離婚，冇下講分手，咁你咪再去學習咯。點樣講出自己嘅底線，唔好孭咗佢嘅責任，將佢嘅生命還翻俾佢，將佢嘅情緒還翻俾佢，同埋多啲留意下佢嘅問題觸動到你啲乜嘢。剛才你由頭到尾係講緊邊個嘅問題啊？係講緊別人的問題。世上只有三件事：我的事、他的事、天的事。所以我正話第一條問題就係你身邊人嘅問題，關你咩事？基於乜嘢你會咁被 disturb 咧？如果你話你被 trigger， 你被佢扯入去，呢個唔係佢嘅問題，呢個係你嘅問題，呢個係我哋自己功力唔夠。你試下，如果有人走埋去鬧佛陀啊，你跛啊，你趴街啊，或者鬧耶穌啊，你好唔掂啊，耶穌會話唔掂啊，我要跟阿長哥學嘢，上下自在寫。我諗佛陀唔會啦，耶穌都唔會啦，係嘛？我哋會啦。咁所以每日都堅持有 me time 有 quiet time 去檢視我投射咗乜嘢需要喺丈夫身上。嗱，我大膽講一個潛意識嘅閱讀，我覺得你最需要處理唔係你同丈夫嘅關係，而係你同你自己嘅關係，而係裏邊嗰個 self-worth、self-esteem。我覺得你嘅丈夫嘅痛可能觸動緊你裏邊一個好巨大冰山嘅震盪，覺得我係咪揀錯咗人？我係咪死蠢啊？我係咪冇用啊？我俾掌聲唔該，多謝你講 yes。值得留意對妻子、對太太、對愛嗰個完美無瑕嘅 image，個夢幻變成泡影被摧毀咗，於是自己好黯然神傷，然後自己覺得好無奈、好冇力量，因為覺得丈夫一路好多問題，然後問題越嚟越多，其實係觸動到自己嗰種無奈感、無力感、不幸感、遺憾感、無價值感，嗰個係最需要去處理。所以我鼓勵你試下帶住愛，每日去祝福丈夫，每日喺心裏面願你平安，願你幸福，願你快樂，願你收到上天嘅愛。第一，每日祝福佢；第二，同佢有一個健康界線。當佢下次上嚟，哇，點解可以自殺啊？點或者你冇用啊？你唔借錢俾我，你係咪女人嚟噶？假設我唔識你噶，我亂過，你只有亂過。假設咁樣啦，咁你就謹記天體熒光幕。而家我係你老公嘅老婆。哎呀，老公你真係愛我啊！我唔借錢你要跳樓啊！陰公豬啊你！我想真係幫唔到你啦，我而家去上長哥嘅課程啊，下禮拜再見你，拜拜。咁咪得？不當真 ，don't take it so personal。丈夫有佢幾十年嘅原生家庭，特別你講佢 multiple trauma，即係多重創傷。請你堅持將丈夫原生家庭嘅多重創傷嘅責任俾翻佢，將佢情緒俾翻佢，將佢生命俾翻佢。你冇能力改變佢，你冇資格改變佢，你冇需要改變佢。呢個唔係你嘅責任，你自己需要處理自己。宇宙永遠唔會搞錯，上天永遠唔會搞錯，一切啱好。
你有咁嘅老公，喺潛意識你嘅靈魂使命要學一個功課，揾翻獨立於丈夫而存在嘅自我價值，揾翻獨立於婚姻而存在嘅自我幸福感，唔再將自我價值幸福感寄託喺我要丈夫懂得愛我先幸福，咁你永遠都唔幸福，而且冇得救。丈夫可能從佢嘅角度已經好愛你噶啦，幫你整好部電腦，從佢嘅角度已經功德無量噶啦。佢5年前同你講過一次我愛你，佢覺得已經好偉大噶啦。你日日問佢，佢咪死咯？佢崩潰又憂鬱症啊，又謝晒啊，又好煩啊，又抗拒你啊。佢有佢嘅考試卷，你有你嗰份考試卷。你而家好心急，好想攞咗佢嗰份考試卷嚟做啊！請你將丈夫嗰份考試卷還翻俾佢啊！佢嘅生命係佢嘅，你做好你嗰份考試卷，建立獨立於丈夫而存在嘅自我價值。你唔需要同佢講任何嘢，你用你嘅幸福去 manifest 去展現，讓佢收。你想佢學識溝通，你成為溝通；你想佢學識尊重，你成為尊重；你想佢學識慈悲，你成為慈悲。唔需要同佢講任何嘢。你做俾佢睇，身教遠勝言傳。有陣時如果想慈悲啲咧，有陣時自己嗰啲舊嗰啲 pattern 咧會出得好快噶嘛，即係譬如講嘢比較直接啊嗰啲咧，點樣可以慢慢覺醒得好啲，然後即係擋住自己嗰啲舊 pattern。所以丈夫嘅 suffering 可能我哋都有份去 co-create， 我哋一齊共同創造嘅，因為我哋講嘢都可能好直接，值得留意下自己會唔會喺潛意識對丈夫有啲睇唔起，你覺得佢好唔掂？會啊，係啊，小心你做咗佢阿媽，小心你對佢有批判。而當人與人係潛意識嘅溝通，係能量嘅溝通，即係唔係我講啲乜啊 ？Not what I said, but the way I express it that matters。唔係我講啲乜嘢，我點樣講，我帶住咩能量去講啊？我似話不斷講愛你，但係好明顯暴力到大家 feel 住就都收到啦。我鼓勵你真係堅持去睇自己，睇自己，睇自己。因為你丈夫嘅原生家庭有 multiple trauma， 即係多重創傷，你好容易透過批判佢去逃避你嘅責任，你好容易透過去 highlight 去 pinpoint 去指出佢家族嘅問題，令到你唔需要承擔翻你自己成長嘅時候，你投射咗乜嘢你自己嘅需要喺呢段婚姻裏邊，你投射咗乜嘢需要喺丈夫身上，你可能覺得丈夫滿足唔到你感情嘅需要，但係丈夫從佢嘅角度，佢可能都曾經有佢嘅努力，佢都有佢嘅委屈。你依家講到佢可能好唔掂嘅，如果佢入嚟咧，佢可能又會講另一隻故事嘅喎。佢話：唉，華生，我老婆好難頂啊！你知啊，咗啦，好多嘢講啦，成日叫溝通，但係佢開下夾我，成日話我死蠢，我做咩都係錯，做咩都唔啱，成日都抱怨。佢可能又有另一個 victim story， 咁邊個先係真相咧？沒有真相，只有演繹。所以多啲留意我站在咩維度視野去觀照，去覺察創造咗我嘅 suffering。而你嘅 suffering 好有趣㗎，你係看似道德高地，看似拯救者，看似好愛丈夫，看似好想去幫丈夫。你話華山律師，我點可以幫到我丈夫啊？佢原生家庭好多問題，即係你留意下，你站在一個咩位置去問就有嗰個問題，係站在一個好似我冇問題，我老公好多問題。我而家嚟幫佢，咁呢種道德高地可能對一個男人嚟講嘅一個好，我哋都咪大男人死要面又要自尊，正正係對我最傷害啊！即係可能佢裏邊好，但係佢又唔識表達，因為你講嘢好叻，同埋你好善於打斷人啊！你仲已經打斷咗我3次，有理由相信你對我嘅態度就係你對你老公嘅態度，所以我唔識你。即係老公講唔過第二句，可能你都唔叻咗都係心聲。你溫柔好多噶，個包裝可能 elegant 啲，但係對佢嚟講就佢其中一個 multiple trauma 嘅 source。係啦，都明嘅，都講中嘅，因為我都會俾啲掌聲咧，朋友。因為我都會多抱怨話，點解你咁多嘢麻煩噶？呢樣未完嗰樣又嚟，然後我又要搞呢樣搞嗰樣，我都想安定嘅人生，安靜嘅人生。嗰啲都係可能傷害。Very good friend。當你話佢好麻煩嘅時候，其實邊個最麻煩？其實係我最驚麻煩咯。你試下，佢其實唔係我老公，我其實唔係佢老婆。佢係上天派嚟嘅小天使，主耶穌基督因為愛我，知道我好唔掂，即係派咗我老公嚟。你試下真係學習婚姻修行、親密關係修行，試每一刻都係你見到丈夫，你當係真係神去提醒緊自己，成日不斷問神，你想我學一個咩功夫？咁我相信你生命會有好大嘅成長。我可唔可以下次如果我有機會再見到你，你會同我講？我睇到我丈夫好多問題啊，不過冇問題，我發覺我問題仲多啊，我仲難頂啊。不過佢真係死白公，同時我先係死八婆咯，所以我而家好恩愛啊，同埋我哋好襯啊。我揾咗個同我一模一樣咁嘅人咯，所以而家我哋好開心咯。
I am where I should be。OK，俾掌聲唔該。